19歲，他已是影壇最耀眼的新星。23歲，他連生三子，一腳踏進千億豪門的門檻。可就在所有人都以為他要坐穩豪門少奶奶寶座時，他頭也不回地走了。不要名分，不要財產，只留下一句我想要自由。10幾年嚟，他被貼上最蠢女人豪門棄婦的標籤，被全網嘲笑了整整一代人的時間。可如今，當那些曾經嘲笑他的人存在為防剔焦慮，在婚姻裏忍氣吞聲時，他卻活成了所有女人都想成為的樣子。梁洛施，這個被罵傻了10幾年的女人，到底做對了閘麼？梁洛施本來的名字叫梁樂瑤，1988年出生在澳門，擁有中葡混血的她，顏值天生就自帶獨特氣質，一眼就能讓人記住。可命運似乎總愛和苦命人開玩笑，在她出生沒多久，父親就不幸離世，只留下母親帶着她和姐姐艱難求生。那些年，母女三人靠借錢度日，看遍了親戚們的冷眼，這段艱難的時光成了她童年最難忘的回憶。原生家庭帶來的苦難，從來都不是用來博取同情的資本，她要麼把人徹底壓垮，要麼就把人打磨得更加堅韌。梁洛施顯然屬於後者，這份從小就養成的獨立與倔強，後來成了她這輩子最堅實的依靠。12歲那年，星探無意間發現了她，為了幫家裡減輕負擔，她偷偷把自己的年齡報大了1歲，和香港英皇娛樂簽了約。那時候的英皇，越是娛樂圈裡最厲害的造星公庵也不為過，所有人都覺得她運氣好，踩中了風口，未來一定會大有作為。可未人知道，這份表面的光鮮背後，是整整4年暗無天日的等待。因為船沒到法定年齡，他只能接受秘密培訓，每天重複着練歌跳舞的枯燥生活，看不到絲毫希望的煎熬。換做普通人，早就半途而廢了。而這正是梁洛施身上第一個閃光點，既能沉下心嚟沉澱自己，也能耐得住寂寞堅守初心。這份韌性比他的顏值更加可貴。2004年，16歲的梁洛施終於正式出道。英皇對他全力扶持，他發行的第一張專輯就拿下了獎項，出演的第一部電影就成功獲得金馬獎、金像獎最佳新人的提名。這樣的起點讓同期的藝人都望塵莫及。2006年，18歲的他主演了電影《伊莎貝拉》，在影片中飾演一個缺乏父愛的落魄少女，這個角色和他自己的人生經歷高度相似。憑借着細膩又充滿爆發力的演技，他直接斬獲了葡萄牙國際電影節影后。毫不誇張地說，要是他一直深耕演藝道路，現在絕對是娛樂圈裡頂尖的影后級人物。可命運的轉折總是來得毫無預兆。2007年，19歲的梁洛施在《木乃伊3》的拍攝現場，經楊紫瓊介紹，認識了李澤楷、李嘉誠的二兒子，手握千億身家的小超人。一邊是冉冉升起的娛樂圈新星，一邊是頂級豪門的公子哥，兩人有着22歲的年齡差距。這段戀情一經曝光，就引爆了全網。有人說他貪圖富貴，想靠着男人一步登天；也有人說李澤楷只是玩玩而已，根本不配付出真心。所有人都以為這不過是有一場普通女孩追逐豪門的戲碼，可後續的發展卻狠狠打了所有人的臉。面對鋪天蓋地的流言蜚語，梁洛施沒有過多辯解，而是全身心投入到這段感情中。李澤楷也用實際行動表明了自己的態度，用直升機接送他出行，送他珍貴的藍鑽。最讓人震驚的是，2008年，他豪擲2億港幣，幫梁洛施解除了和英皇的合約，化解了當時鬧得滿城風雨的違約糾紛。這一系列操作讓所有人都堅信梁洛施是鐵了心要嫁入李家。可大家心裡都有一個疑問，既然李澤楷這麼寵愛他，為什麼始終不肯給他一個名正言順的名分？這個伏筆我們往後慢慢閱。2009年，21歲的梁洛施生下了長子，李嘉誠親自為孩子取名李長治，足以看出李家對這個孩子的重視。全網都在猜測，母憑子貴，這一次
梁洛施總該能嫁入李家了吧？可李澤楷依舊沒有求婚，只是給他和孩子安排了豪華的住所，配備了專屬的傭人，讓他們過着錦衣玉食的生活，唯獨少了那一張象徵婚姻的結婚證。大家都替他着急，覺得他太傻，放着到手的豪門生活不珍惜，可梁洛施卻毫不在意。2010年，他又生下了一對雙胞胎兒子，3年時間裏接連生下3個孩子，成了李家最大的功臣。那時候，就連媒體都開始稱呼他為李太太，所有人都覺得他的豪門夢終於要實現了。可誰也沒想到，2011年2月，梁洛施突然發布聲明，宣布和李澤楷分手，3個孩子由兩人共同撫養。這個消息在當時震驚了整個香港娛樂圈。直到現在，很多人還記得當時全網都在罵他手握3個李家血脈，再熬幾年就能成為千億少奶奶，怎麼能越放手就放手？留言瞬間席捲了他，有人說他因為出身不好，被李嘉誠嫌棄，硬生生被拆散；有人說他出軌被找，被逼分手；船有人說兩人早就有協議，他只是代孕生子，拿了5億分手費就瀟灑走人。豪門棄婦貪才女的標籤一貼就是10幾年，可梁洛施怎麼都沒解釋，只是帶着3個孩子悄悄移居到了加拿大，淡出了宮中的視野。那時候大家都覺得他大概就是拿了剪隱居起來，這輩子也就這樣了。可後來我們才知道，我們都錯得太離譜了。多年後，梁洛施在訪談中坦言，根本沒有所謂的5億分手費，他和李澤楷在經濟上一直是相互獨立的，那些傳言都只是外界的猜測而已。分手後的那段日子是梁洛施人生中最黑暗的時光，他一個人帶着3個年幼的孩子，遠離了家鄉和親友，每天面對的都是無盡的孤獨和巨大的壓力。據他的朋友透露，那段時間他好幾個月都不出門，等到孩子們睡熟後，就一個人躲在房間裡哭到天亮。曾經光芒萬丈的影后，變得憔悴不堪，判若兩人。最讓人佩服的是，他沒有一直消沉下去，為了孩子，也為了自己，他慢慢調整好心態，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孩子身上。他親自教孩子們粵中文，要求每一個字都不能出錯。每天晚上9點，全家準時斷網，放下手機，專心陪伴彼此。一個女人最厲害的地方，從來都不是擁有多少財富，而是無論身處人生低谷，都能扛起自己的責任，守護好自己和孩子。梁洛施做到了，他用實際行動告訴我們，母親的力量遠比我們想象的船要強大。直到這時，他才閱出了當年分手的真相。不是因為豪門反對，也不是因為貪圖剪裁，而是他想要的從來都不是千億富貴，而是一份安穩的安全感。他從小在禪襯家庭長大，極度渴望一個穩定的家。可李澤楷作為千億富豪，身邊永遠圍繞着算計和猜測，那種提心吊膽、沒有安全感的日子，他實在無法忍受。很多人都覺得女人能嫁入豪門就是人生贏家。可梁洛施用自己的親身經歷告訴我們，不合適的圈子，再繁花也不是自己的歸宿，不被堅定選擇的感情，再富有也沒有溫度。他坦言自己當年就是個戀愛腦，一見鍾情後就一頭扎了進去，哪怕母親極力勸阻，他也沒有聽從。可當他發現這段感情無法給他想要的安穩時，就果斷選擇了止損。這才是最清醒的女人該有的模樣，愛得坦蕩，分得體面，不卑微，不糾纏，哪怕要承受無盡的誤解和嘲諷，也從不抱怨，不欲慘。這種及時止損的勇氣，比任何豪門富貴都更有價值，值得每一個女性去學習。沉寂了5年之後，2014年，梁洛施選擇復出，主演了張艾嘉執導的電影《念念》。可復出之路並沒有想象中那麼順利。離開娛樂圈多年，他的心態早已和當年不同。有一場哭戲，他拍了3跳都沒有通過，只能坐在角落默默調整狀態，眼神迷茫，再也找不到當年的靈氣。
但他沒有放棄，而是認真揣摩每一個角色的納心，哪怕只是一個小配角，也拼盡全力去演繹。2018年，他參加了《奇葩月》，在節目中坦然談起自己的過往，一句曾經選擇過，但不後悔，讓無數人對他改觀。2021年，在電影《第一爐香》中，為了飾演好周吉哲這個角色，他專門去學習班牙舞。2023年，在《爆裂點》中，為了爭取更貼合角色的揮訓，他甚至和導演爭得面紅耳赤，最終用精湛的演技證明了自己。這才是真正的逆襲，不是靠男人，不是靠孩子，而是靠自己的努力，重新站回了舞台中央。他用行動告訴我們，女人的價值從來都不是由婚姻和財富決定的，靠自己打拼嚟的底氣才最踏實、最可靠。就在大家以為他佢全身心投入事業，不再觸碰感情的時候，2023年有媒體拍到梁洛施和導演馬月柯親密同框的畫面，兩人一起切蛋糕、逛超市，還手牽着手，那種從此自在的狀態，是他和李澤楷在一起時從未有過的。馬月柯比他大9歲，曾經有過一段婚姻，船有一個兒子，和梁洛施有着相似的人生經歷。他沒有千億身家，卻能給梁洛施想要的安穩和陪伴。有人說這段感情只是一時新鮮，不具長久；也有人說兜兜轉轉，他終於找到了對的人。不管這段感情最終會走向何方，梁洛施都已經贏了。他不再被豪門棄婦的標籤所束縛，不再過分在意外界的眼光，學會了遵從自己的納心，活成了自己喜歡的樣子。這才是最珍貴的事情。歷經風雨，依然有勇氣去愛；遭遇挫折，依然能守住自己的節奏。如今38歲的梁洛施，成熟、優雅、從容，有自己熱愛的事業，有可愛的孩子，有相愛的人。間下的時候，他佢帶着孩子去逛路邊攤，佢和普通人一樣買菜講價，佢和愛人一起去旅行、看電影，過着平淡而幸福的煙火生活。回顧他的一生：12歲簽約出道，18歲斬獲影后，19歲陷入豪門緋聞，23歲主動分手，沉寂5年後復出，如今事業愛情雙豐收，人生跌宕起伏，充滿了反轉。閱到這裡，想和大家聊幾句心裡話，這也是我看完梁洛施的故事後最深刻的感悟，更是這個故事最核心的意義。第一，原生家庭可以影響你，但不能定義你。梁洛施從小出身貧苦，卻沒有被苦難打垮，反而在逆境中養成了堅韌、清醒的性格，靠自己的努力，活成了自己的靠山。第二，及時止損是女人最好的底氣。面對不合適的感情，不糾纏，不內耗，果斷放手，才能擁抱更好的未來。梁洛施就是最好的例子。真正的幸福從來都不是依附別人得來的，而是自己給自己的。靠山山潰倒，靠人人潰跑，只有自己強大起來，才能抵禦所有的風雨，才能活成自己的女王。看到這裡，相信大家對梁洛施的看法都已經發生了改變。你覺得他當年放棄豪門是傻船是清醒？如果是你，面對千億富貴和一份安穩的感情，你會怎麼選？其實人生從來都沒有標準答案，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活法。但梁洛施用自己的人生告訴我們，勇敢追隨自己的納心，不妥協，不將就，就是最好的選擇。19歲就獲得影后提名，23歲時已經生下3個豪門後代，卻主動選擇退出娛樂圈。這件事讓他被網友指責太傻，這樣的罵名一輩就是10幾年。可誰也沒想到，如今的他竟然活成了所有女性都該學習的標杆。他就是梁洛施。不妨問大家一個問題：如果給你千億身家的財富，讓你用一輩子的自由和心安去交換，你會做出怎樣的選擇？答案其實就藏在梁洛施的人生裡。梁洛施本來的名字叫梁洛瑤，1988年出生在澳門，擁有中葡混血的他，顏值天生就自帶獨特氣質，一眼就能讓人記住。
可命運似乎總愛和苦命人開玩笑，在他出生沒多久，父親就不幸離世，只留下母親帶着他和姐姐艱難求生。那些年，母女三人靠借錢度日，看遍了親戚們的冷眼，這段艱難的時光成了他童年最難忘的回憶。原生家庭帶來的苦難，從來都不是用來博取同情的資本，他要麼把人徹底壓垮，要麼就把人打磨得更加堅韌。梁洛施顯然足於後者，這份從小就養成的獨立與倔強，後來成了他這輩子最堅實的依靠。12歲那年，星探無意間發現了他，為了幫家裡減輕負擔，他偷偷把自己的年齡報大了1歲，和香港英皇娛樂簽了約。那時候的英皇，越是娛樂圈裡最厲害的造星公庵也不為過，所有人都覺得他運氣好，踩中了風口，未來一定會大有作為。可未人知道，這份表面的光鮮背後，是整整4年暗無天日的等待。因為船沒到法定年齡，他只能接受秘密培訓，每天重複着練歌跳舞的枯燥生活，看不到絲毫希望的煎熬。換做普通人，早就半途而廢了。而這正是梁洛施身上第一個閃光點，既能沉下心嚟沉澱自己，也能耐得住寂寞堅守初心。這份韌性比他的顏值更加可貴。2004年，16歲的梁洛施終於正式出道，英皇對他全力扶持，他發行的第一張專輯就拿下了獎項，出演的第一部電影就成功獲得金馬獎、金像獎最佳新人的提名。這樣的起點讓同期的藝人都望塵莫及。2006年，18歲的他主演了電影《伊莎貝拉》，在影片中飾演一個缺乏父愛的落魄少女，這個角色和他自己的人生經歷高度相似。憑借着細膩又充滿爆發力的演技，他直接斬獲了葡萄牙國際電影節影后。毫不誇張地說，要是他一直深耕演藝道路，現在絕對是娛樂圈裏頂尖的影后級人物。可命運的轉折總是來得毫無預兆。2007年，19歲的梁洛施在《木乃伊3》的拍攝現場，經楊紫瓊介紹，認識了李澤楷、李嘉誠的二兒子，手握1000億身家的小超人。一邊是冉冉升起的娛樂圈新星，一邊是頂級豪門的公子哥，兩人有着22歲的年齡差距。這段戀情一經曝光，就引爆了全網。有人說他貪圖富貴，想靠着男人一步登天；也有人說李澤楷只是玩玩而已，根本不配付出真心。所有人都以為這不過是有一場普通女孩追逐豪門的戲碼，可後續的發展卻狠狠打了所有人的臉。面對鋪天蓋地的流言蜚語，梁洛施沒有過多辯解，而是全身心投入到這段感情中。李澤楷也用實際行動表明了自己的態度，用直升機接送他出行，送他珍貴的藍鑽。最讓人震驚的是，2008年，他豪擲2億港幣，幫梁洛施解除了和英皇的合約，化解了當時鬧得滿城風雨的違約糾紛。這一系列操作讓所有人都堅信梁洛施是鐵了心要嫁入李家。可大家心裡都有一個疑問，既然李澤楷這麼寵愛他，為什麼始終不肯給他一個名正言順的名分？這個伏筆我們往後慢慢閱。2009年，21歲的梁洛施生下了長子，李嘉誠親自為孩子取名李長治，足以看出李家對這個孩子的重視。全網都在猜測，母憑子貴，這一次梁洛施總該能嫁入李家了吧？可李澤楷依舊沒有求婚，只是給他和孩子安排了豪華的住所，配備了專職的傭人，讓他們過着錦衣玉食的生活，唯獨少了那一張象徵婚姻的結婚證。大家都替他着急，覺得他太傻，放着到手的豪門生活不珍惜。可梁洛施卻毫不在意。2010年，他又生下了一對雙胞胎兒子，3年時間裏接連生下3個孩子，成了李家最大的功臣。那時候，就連媒體都開始稱呼他為李太太，所有人都覺得他的豪門夢終於要實現了。可誰也沒想到，2011年2月，梁洛施突然發布聲明，宣布和李澤楷分手，3個孩子由兩人共同撫養。這個消息
在當時震驚了整個香港娛樂圈。直到現在，很多人還記得當時全網都在罵他手握3個李家血脈，再熬幾年就能成為千億少奶奶，怎麼能越放手就放手？留言瞬間席捲了他，有人說他因為出身不好被李嘉誠嫌棄，硬生生被拆散；有人說他出軌被找，被逼分手；船有人說兩人早就有協議，他只是代孕生子，拿了5億分手費就瀟灑走人。豪門棄婦貪才女的標籤一貼就是10幾年，可梁洛施怎麼都沒解釋，只是帶着3個孩子悄悄移居到了加拿大，淡出了公眾的視野。那時候大家都覺得他大概就是拿了錢隱居起來，這輩子也就這樣了。可後來我們才知道，我們都錯得太離譜了。多年後，梁洛施在訪談中坦言，根本沒有所謂的5億分手費，他和李澤楷在經濟上一直是相互獨立的，那些傳言都只是外界的猜測而已。分手後的那段日子是梁洛施人生中最黑暗的時光，他一個人帶着3個年幼的孩子，遠離了家鄉和親友，每天面對的都是無盡的孤獨和巨大的壓力。據他的朋友透露，那段時間他好幾個月都不出門，等到孩子們睡熟後，就一個人躲在房間裡哭到天亮。曾經光芒萬丈的影后，變得憔悴不堪，判若兩人。最讓人佩服的是，他沒有一直消沉下去，為了孩子，也為了自己，他慢慢調整好心態，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孩子身上。他親自教孩子們粵中文，要求每一個字都不能出錯。每天晚上9點，全家準時斷網，放下手機，專心陪伴彼此。一個女人最厲害的地方，從來都不是擁有多少財富，而是無論身處人生低谷，都能扛起自己的責任，守護好自己和孩子。梁洛施做到了，他用實際行動告訴我們，母親的力量遠比我們想象的船要強大。直到這時，他才閱出了當年分手的真相，不是因為豪門反對，也不是因為貪圖錢財，而是他想要的從來都不是千億富貴，而是一份安穩的安全感。他從小在禪讖家庭長大，給到渴望一個穩定的家。可李澤楷作為千億富豪，身邊永遠圍繞着算計和猜測，那種提心吊膽、沒有安全感的日子，他實在無法忍受。很多人都覺得女人能嫁入豪門就是人生贏家，可梁洛施用自己的親身經歷告訴我們，不合適的圈子再繁花也不是自己的歸宿，不被堅定選擇的感情再富有也沒有溫度。他坦言自己當年就是個戀愛腦，一見鍾情後就一頭扎了進去，哪怕母親極力勸阻，他也沒有聽從。可當他發現這段感情無法給他想要的安穩時，就果斷選擇了止損。這才是最清醒的女人該有的模樣，愛得坦蕩，分得體面，不卑微，不糾纏，哪怕要承受無盡的誤解和嘲諷，也從不抱怨，不欲慘。這種及時止損的勇氣，比任何豪門富貴都更有價值，值得每一個女性去學習。沉寂了5年之後，2014年，梁洛施選擇復出，主演了張艾嘉執導的電影《念念》。可復出之路並沒有想象中那麼順利。離開娛樂圈多年，他的心態早已和當年不同。有一場哭戲，他拍了3跳都沒有通過，只能坐在角落默默調整狀態，眼神迷茫，再也找不到當年的靈氣。但他沒有放棄，而是認真揣摩每一個角色的納心，哪怕只是一個小配角，也拼盡全力去演繹。2018年，他參加了《奇葩月》。在節目中坦然談起自己的過往，一句曾經選擇過但不後悔，讓無數人對他改觀。2021年，在電影《第一爐香》中，為了飾演好周吉哲這個角色，他專門去學習班牙舞。2023年，在《爆裂點》中，為了爭取更貼合角色的揮訓，他甚至和導演爭得面紅耳赤，最終用精湛的演技證明了自己。這才是真正的逆襲，不是靠男人，不是靠孩子，而是靠自己的努力，重新站回了舞台中央。他用行動告訴我們，女人的價值
從來都不是由婚姻和財富決定的，靠自己打拼嚟的底氣才最踏實、最可靠。就在大家以為他佢全身心投入事業，不再觸碰感情的時候，2023年有媒體拍到梁洛施和導演馬月柯親密同框的畫面，兩人一起切蛋糕、逛超市，還手牽着手，那種從此自在的狀態，是他和李澤楷在一起時從未有過的。馬月柯比他大9歲，曾經有過一段婚姻，存有一個兒子，和梁洛施有着相似的人生經歷。他沒有千億身家，卻能給梁洛施想要的安穩和陪伴。有人說這段感情只是一時新鮮，不具長久；也有人說兜兜轉轉，他終於找到了對的人。不管這段感情最終會走向何方，梁洛施都已經贏了。他不再被豪門棄婦的標籤所束縛，不再過分在意外界的眼光，學會了遵從自己的內心，活成了自己喜歡的樣子。這才是最珍貴的事情。歷經風雨，依然有勇氣去愛；遭遇挫折，依然能守住自己的節奏。如今38歲的梁洛施，成熟、優雅、從容，有自己熱愛的事業，有可愛的孩子，有相愛的人。間下的時候，他佢帶着孩子去逛路邊攤，佢和普通人一樣買菜講價，佢和愛人一起去旅行、看電影，過着平淡而幸福的煙火生活。回顧他的一生：12歲簽約出道，18歲斬獲影后，19歲陷入豪門緋聞，23歲主動分手，沉寂5年後復出，如今事業愛情雙豐收，人生跌宕起伏，充滿了反轉。閱到這裡，想和大家聊幾句心裡話，這也是我看完梁洛施的故事後最深刻的感悟，更是這個故事最核心的意義。第一，原生家庭可以影響你，但不能定義你。梁洛施從小出身貧苦，卻沒有被苦難打垮，反而在逆境中養成了堅韌、清醒的性格，靠自己的努力，活成了自己的靠山。第二，及時止損是女人最好的底氣。面對不合適的感情，不糾纏，不內耗，果斷放手，才能擁抱更好的未來。梁洛施就是最好的例子。真正的幸福，從來都不是依附別人得來的，而是自己給自己的。靠山山潰倒，靠人人潰跑，只有自己強大起來，才能抵禦所有的風雨，才能活成自己的女王。看到這裡，相信大家對梁洛施的看法都已經發生了改變。你覺得他當年放棄豪門是傻船是清醒？如果是你，面對千億富貴和一份安穩的感情，你會怎麼算？其實人生從來都沒有標準答案，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活法。但梁洛施用自己的人生告訴我們，勇敢追隨自己的內心，不妥協，不將就，就是最好的選擇。19歲就獲得影后提名，23歲時已經生下3個豪門後代，卻主動選擇退出娛樂圈。這件事讓他被網友指責太傻，這樣的罵名一輩就是10幾年。可誰也沒想到，如今的他竟然活成了所有女性都該學習的標杆。他就是梁洛施。不妨問大家一個問題：如果給你千億身家的財富，讓你用一輩子的自由和心安去交換，你會做出怎樣的選擇？答案其實就藏在梁洛施的人生裡。梁洛施本來的名字叫梁洛瑤，1988年出生在澳門，擁有中葡混血的他，顏值天生就自帶獨特氣質，一眼就能讓人記住。可命運似乎總愛和苦命人開玩笑，在他出生沒多久，父親就不幸離世，只留下母親帶着他和姐姐艱難求生。那些年，母女3人靠借錢度日，看遍了親戚們的冷眼，這段艱難的時光成了他童年最難忘的回憶。原生家庭帶來的苦難，從來都不是用來博取同情的資本，他要麼把人徹底壓垮，要麼就把人打磨得更加堅韌。梁洛施顯然屬於後者，這份從小就養成的獨立與倔強，後來成了他這輩子最堅實的依靠。12歲那年，星探無意間發現了他，為了幫家裡減輕負擔，他偷偷把自己的年齡報大了1歲，和香港英皇娛樂簽了約。
那時候的英皇，越是娛樂圈裏最厲害的造星公庵也不為過。所有人都覺得他運氣好，踩中了風口，未來一定會大有作為。可未人知道，這份表面的光鮮背後，是整整4年暗無天日的等待。因為旋沒到法定年齡，他只能接受秘密培訓，每天重複着練歌、跳舞的枯燥生活，看不到絲毫希望的煎熬。換做普通人，早就半途而廢了。而這正是梁洛施身上第一個閃光點，既能沉下心嚟沉澱自己，也能耐得住寂寞堅守初心。這份韌性比他的顏值更加可貴。2004年，16歲的梁洛施終於正式出道，英皇對他全力扶持，他發行的第一張專輯就拿下了獎項，出演的第一部電影就成功獲得金馬獎、金像獎最佳新人的提名。這樣的起點讓同期的藝人都望塵莫及。2006年，18歲的他主演了電影《伊莎貝拉》，在影片中飾演一個缺乏父愛的落魄少女，這個角色和他自己的人生經歷高度相似。憑借着細膩又充滿爆發力的演技，他直接斬獲了葡萄牙國際電影節影后。毫不誇張地說，要是他一直深耕演藝道路，現在絕對是娛樂圈裏頂尖的影后級人物。可命運的轉折總是來得毫無預兆。2007年，19歲的梁洛施在《木乃伊3》的拍攝現場，經楊紫瓊介紹，認識了李澤楷、李嘉誠的二兒子，手握千億身家的小超人。一邊是冉冉升起的娛樂圈新星，一邊是頂級豪門的公子哥，兩人有着22歲的年齡差距。這段戀情一經曝光，就引爆了全網。有人說他貪圖富貴，想靠着男人一步登天；也有人說李澤楷只是玩玩而已，根本不配付出真心。所有人都以為這不過是有一場普通女孩追逐豪門的戲碼，可後續的發展卻狠狠打了所有人的臉。面對鋪天蓋地的流言蜚語，梁洛施沒有過多辯解，而是全身心投入到這段感情中。李澤楷也用實際行動表明了自己的態度，用直升機接送他出行，送他珍貴的藍鑽。最讓人震驚的是，2008年，他豪擲2億港幣，幫梁洛施解除了和英皇的合約，化解了當時鬧得滿城風雨的違約糾紛。這一系列操作讓所有人都堅信梁洛施是鐵了心要嫁入李家。可大家心裏都有一個疑問，既然李澤楷這麼寵愛他，為什麼始終不肯給他一個名正言順的名分？